歡迎收睇《黃金獵殺線》，帶你直擊今次最血腥嘅獵殺過程。黃金呢樣俾主流分析師笑係野蠻遺跡嘅金屬，尋晚用一記響亮嘅耳光回應咗市場。佢直接踩住$5000嘅頭頂，收盤報5058。睇嚟嗰啲笑黃金過時嘅人，真係要先執自己個倉，睇下仲有冇命。仲記唔記得1月底嗰場大龍鳳？金價3日內閃崩20%，華爾街班分析師好似夾埋咁話泡沫爆咗。當時我就提醒過大家，呢啲只係針對槓桿資金嘅定點屠殺。莊家洗盤個引擎聲咁大，佢哋竟然話牛市完咗，而家睇清楚啦，嗰啲唔係崩盤，係莊家倒車接人啊！結果點喎？1個星期，黃金收復咗一半失地，重新企返上$5000關口。唔好俾嗰啲咩技術性反彈或者地緣政治避險嘅廢話呃到你。背後係全球金融秩序嘅一場地殼變動，係一場美日兩國喺台底達成令人心寒嘅心照。呢2日市場放咗2個極之詭異嘅信號，一個關於未來聯儲局主席嘅動向，另一個係科技巨頭壓住未來嘅百年賭局。今日呢集我唔打算畫線，亦唔聊枯燥嘅指標。我哋要拆解呢場大戲背後嘅3個深層劇本。第一，美國嘅雙頭蛇佈局，未來聯儲局主席 Kevin Warsh 到底想搞邊科？華爾街傳佢嗰3支箭會刺穿泡沫，呢啲絕對唔係空穴來風。第二， Alphabet 點解要發行100年期債券？呢個係科技界自1997年 Motorola 以嚟嘅第一次。歷史係咪重演緊？當年發完100年債，跟住就係網絡泡沫爆破。第三，最急嘅係2月11日嗰份非農報告，白宮竟然提前出嚟打預防針，話數據會好差。呢種反常舉動背後到底收埋咗啲乜嘢真相？今日內容含金量極高，可能會顛覆你對市場嘅認知。未拆解之前，記得幫手點讚、訂閱黃金獵殺線。劇本1：美國嘅雙頭蛇。名義緊縮，實質放水。主角係5月接手聯儲局嘅 Kevin Warsh。如果你只係當佢係政客嘅傳聲筒，你就太睇小華爾街呢場大棋。Warsh 嘅3大調整令債券市場好驚。1、前瞻指引消失 ，Jerome Powell 嗰種慈父式溝通會變歷史，以後冇預告，得返驚喜同驚嚇，市場波動會大好多。2、積極縮表。佢好憎 QE， 想將7兆幾美金嘅資產負債表強行瘦身，聽落好鷹派。如果佢真係咁做，美債息會狂飆，黃金應該崩盤，係咪？錯，呢度就係雙頭蛇嘅另一邊。財政部長 Scott Bessent 直接喺專訪度話：我唔覺得聯儲局需要咁快縮表。呢句說話直接處決咗 Warsh 嘅縮表夢。點解財政部長咁公開落未來央行總裁面？因為而家係財政主導時代，美國國債過咗36兆，利息支出1年過1兆。如果 Warsh 夾硬縮表，邊個接美債？所以 Bessent 出咗一張免死金牌，話俾市場聽，無論 Warsh 口頭幾英，最後都要乖乖地印錢供血俾財政部。呢種精神分裂嘅政策係黃金最肥沃嘅土壤，一邊鎖死實質利率，一邊放任通脹。黃金企喺$5000，就係對呢場大戲投下最赤裸嘅不信任票。劇本2： Alphabet 嘅百年豪賭，通脹係不歸路，政客會講大話，但係錢唔會。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啱啱發行咗100年期嘅英鎊債券，即係話你要等到2126年先可以攞返本金。到時你同我，甚至我哋啲孫都可能唔喺度啦。科技界上一次發百年債係1997年嘅 Motorola， 之後發生咩事？網絡泡沫爆咗。點解 Alphabet 咁急舉債？因為佢哋今年要燒1850億美金搞 AI。更深層嘅信號係 Alphabet 嘅財務長覺得而家嘅利率對未來100年嚟講已經係好平。佢哋預見到通脹同利率長期失控嘅風險，所以要喺對門閂埋之前鎖死呢筆平錢。當年呢啲巨頭都要為未來100年對沖嘅時候，你仲覺得你手上啲紙幣係值錢嘅？劇本3：高市早苗與日元崩盤。
亞洲嘅印錢實驗室。日本嗰邊更瘋狂，高市早苗帶領自民黨贏到開行，攞到權力嘅無限手套。佢想點？佢要暫停消費稅，補貼 AI 同半導體，仲要國防支出翻倍。錢邊度嚟？咪又係發債，叫日本央行買單。所以日元跌到仆街。日本國內金價衝破每公克3萬日元。日本老百姓已經睇穿咗。政府已經放棄咗財政紀律，美日兩國而家係同步瘋狂印錢，仲一齊將籌碼砸晒落 AI 基建度。呢樣嘢對白銀係雙重利好，避險加工業需求。白銀$150絕對唔係發夢。2月11日嗰份非農數據，因為政府關門推遲咗，白宮經濟顧問已經出嚟話數據會異常，呢啲叫打預防針。當白宮解釋點解數據咁差嘅時候，通常真實情況係病入膏肓。3個可能劇本：第一，數據極差，證實衰退，聯儲局被迫降息，黃金直接起飛衝5100；第二，意外強勁，市場短暫迷茫，美元反彈，金價回。但我提醒你，呢啲係執死雞嘅機會，因為基本面冇變。第三，符合預期，莊家最鍾意上下洗盤，殺晒多空兩邊，最後回歸趨勢。生存指南與心態：一、短線合約，聽晚數據發佈嗰幾分鐘，流動性會乾晒，千祈唔好入去賭大細，畫價會畫到你懷疑人生。二、啞鈴策略，一邊死守黃金做壓倉石，回調4800到4900就係分批入貨位，另一邊保留現金應對波動。三、金銀強弱。白銀而家弱過黃金，金銀比回升，一旦白銀反彈，爆發力會大過黃金。最後講句心態，黃金去到5000蚊，唔係因為黃金變貴咗，而係我哋手上將銀紙變薄咗。美國、日本科技巨頭全部用行動話俾你聽，法幣嘅購買力正喺度崩潰。呢場唔係投機，係一場財富保衛戰。只要債務黑洞仲喺度，只要 AI 戰爭仲打緊，實物資產嘅牛市就遠未見頂。當潮水退咗，你就會發現嗰啲滿手紙幣嘅人喺度裸泳，唯有手握硬資產嘅人先至有諾亞方舟。今日嘅片就到呢度，如果覺得過癮，記得點讚、轉發俾你啲戰友，留言區分享下你嘅看法。我係黃金獵殺線，我哋財富自由路上見，拜拜。